告別人生唔一定要傳統，隨住社會對環保意識提高，人生最後一程其實都可以選擇一個更貼近自然嘅方式。今次東華三院舉辦綠色殯葬體驗之旅，俾大家親身體驗點樣以一個更環保、更溫暖嘅形式去同世界道別。今次咧舉辦呢個活動，希望咧俾多啲嘅市民認識到海上撒灰啦，同埋花園撒灰啦。希望佢哋喺選擇身後事嘅時候咧，可以多啲嘅選擇啦，同埋亦都可以希望佢哋打破呢個生死忌諱，早啲為佢哋嘅身後事早作安排，做到老有所終。工作人員先為參加者講解安全指引同介紹唔同綠色殯葬嘅方式。其實東華三院呢個活動搞得好好啊，會加深我哋會理解呢個綠色殯葬嘅程序同埋一啲究竟係要注意事項啦。一般淨係宣傳呢個花園葬，咁好少講海葬，因為海葬需要租船。今次通過呢個活動咧，起碼清楚知道咧，政府有安排，私人亦都可以自己去預約咯。咁海葬亦都係有個令逝者海闊天空啦，唔需要話一定運喺某一個地方咯。之前自己有諗下嘅，咁我10幾年前我都同我啲仔女講咗，譬如我唔喺度咁，仔女唔知你點諗嘅。同埋而家知道有啲海葬啦，所以我會諗多一樣咯，自己規劃咗，我覺得好。今次活動特別加入漂流瓶工作坊，大家可以親手製作屬於自己嘅紀念品，再插入水生植物，貫徹回歸自然、生生不息嘅理念。嗰個漂流瓶咧，我哋就可以你自己加一啲心意嘅創作啦，即係好隨意啦。期間咧，我哋可以靜觀啲，唔好諗其他嘢啦，可以專注做呢個嘢，就對自己嗰啲情緒啊、脾氣啊，又可以治癒好多啦。嚟到重點環節，透過模擬海上撒灰，參加者親手撒下花瓣，體驗儀式過程。我哋睇電影以為真係好似撒灰咁，係咁撒落去，原來都好有儀式感嘅。又安排咗一啲可化解嘅膠袋，同埋一啲好美麗嘅紙袋，即係從一啲外觀上，佢哋睇見親人嘅離世都減少咗一啲傷心咯。其實有啲細節我哋其實未必一定知道嘅。之前可以做一個儀式啊，同佢做一個告別啊。嗰個袋咧又可以你畫上你自己嘅心意啊。對於我哋後人嚟講，對先人嗰個尊敬啊，咁就係一種即係懷念咯。綠色殯葬除咗環保之外，亦都係一種讓愛延續嘅方式。生前規劃唔再係禁忌，人生最後一程原來都可以充滿愛同尊重。